到達元朗港鐵站 F 出口。沿扶手電梯進入形點2商場。分岔路口向左行，即係商場中庭方向。到達商場中庭向左行，即係小米方向。沿小米旁嘅扶手電梯往上到 L2 層。到達 L2 層後，經過詢問處轉左，到達潘華前嘅扶手電梯，沿電梯往上到 L3 層。到達 L3 層，轉左前往惠信方向，一直行到惠信對面數碼通旁邊，就到達莊柏醫療元朗形點2分店啦。